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你嘅智能設計師 Benny。今日我哋咧就嚟到智有範嘅總部去睇下佢哋而家最新嘅智能產品。X1馬卡龍嘅系列，跟住呢個觸摸屏嘅X2系列啊，跟住呢個就係按鈕嘅X3系列，然後呢個就係高端系列 GR 啊，咁啊最緊要記住呢啲材質可以換，可以拆卸嘅。跟住就換翻你想要嘅叫做外觀上去就可以啦，即係等於你可以根據你唔同嘅設計風格去用唔同嘅材質，啊，整體都可以換。哇，係好似樂高積木咁樣啊！呢啲全部包括上邊嘅都可以去定製。哦，成排就係上場嘅效果就係咁樣啦。呢條可以換嘅，都換可以。哇，係啦。跟住呢啲都可以訂製嘅，呢邊就係網關啦。通常一個平層用2個到3個左右都可以啊。嗰個旋鈕，哦，呢個好靚嘅攝像頭，奇妙之處咧係呢個智能驅動都咁靚啊！哦，呢啲細節位通常睇唔到嘅喺天花板，但係都係好靚。咁呢啲常規性嘅燈啊，前後軌道燈啊、雙壓燈啊、統射燈啊，咁呢邊嘅就係一啲吸頂喇叭，咁啊藍牙功放，再着2個喇叭，咁呢邊嘅就係嗰個空調網關啊，再搭地暖新風啊。咁如果大家對生活品質有要求，個性化定製，可以私信我哋啊，幫你去做一個私人嘅智能設計。